嗨，大家好，我是躺平叔，今天是2026年3月25號。这一期咱們繼續聊聊伊朗，聊聊中東，聊聊波斯局勢。今天是美以對伊朗進行混合治療的第26天，目前看這個療效非常顯著，也是哈梅內伊升天的第26天，同時也是哈梅內二穆吉塔巴音信全無的第26天。沒有圖像，只有聲明。特朗普昨天說了，給伊朗5天時間，從48小時又推遲了5天時間。我看他今天報道說，特朗普有意要停火1個月，以便讓伊朗慢慢考慮要談判。昨天我的節目也說了，關於美國和伊朗的談判，這個特朗普說的取得重大進展等等。我說這個談判肯定是有的，雖然伊朗嘴硬，堅決否認談判，沒有任何形式的談判，但實際上確實談判了。這一點現在已經看得很明顯了。但是特朗普談判成果那肯定是誇大了，因為伊朗到現在扭扭捏捏，特朗普呢某種程度上也是在拖延，畢竟要等到美軍海軍陸戰隊什麼82師要部署到位，需要時間。所以說談判是真的，但是談成什麼樣，這玩意就虛虛實實了。談的過程中會不會突然襲擊？大家記得哈梅內伊走的時候上的就是這個當啊。昨天還談判，今天哈梅內伊把大家召集到一起商議一下，結果特朗普和內塔尼亞胡幾發導彈就把他們全送走了，去另外一個地方去談去商議。所以說特朗普下一步搞出什麼事來，這個很難說，不要看他說什麼，要看他做什麼。但是我們先還要看看這個特朗普到底說了些啥。這個特朗普他在白宮的記者會，什麼真相社交上他有發帖子，所以他這個信息特別多。首先他在白宮對記者說，美方對伊朗行動中已取得完全勝利，伊朗已經被完全打敗，被摧毀，並且說當前的局勢並非勢均力敌的衝突，而是伊朗方面在軍事上已被徹底削弱，伊朗沒有海軍，沒有空軍，也缺乏有效的防禦能力，美方在相關行動中佔據絕對優勢。我覺得特朗普這些描述都不算誇大，都是客觀實際情況。這個咱們早就說了，美以是單方面吊打伊朗，雙方差距太大，沒有任何懸念。所有伊朗的什麼反擊，什麼77次，什麼真實承諾4，第77輪反擊，那都是扯淡，都是宣傳，都是盤盘意淫，在那腦海裡構思出來的。77輪反擊也不知道打出個什麼結果出來了，給以色列造成的傷亡還沒有印度某些印度國家一個泥石流，一個山洪爆發，或者下一場大雨死的人多。你說這叫什麼事？給美國在中東的基地一共到現在才炸死幾個人，是8個人，而且還是開戰那幾天炸的，現在這20多天也沒看見美軍有任何傷亡。林肯號航母按道理已經被打成筛子了，但是人家還是像個老黃牛一樣在波斯灣勤勤懇懇的在執行轟炸任務。所以說伊朗这沒有任何反擊能力，都是構思吹出來的，某種程度上就是意念，就像极了盧鐵俠拳打鎮關西。那盤们就認為鎮關西有機會反擊，甚至在某種程度上鎮關西佔據了優勢地位。按照我們老祖宗的智慧，鎮關西可以插眼，可以趁這個盧鐵俠不注意撓他襠，實在不行撓癢，再不行濺他一身血，這都是老祖宗智慧。盤們就是這麼認為的，就是完全對吧？在這種實力懸殊就是吊打的情況下，還指望着伊朗，指望着鎮關西還能有所作為。現在鎮關西連喊的聲音都沒了。老祖宗真正的智慧是留得青山在，不怕沒柴燒，是好漢饒命。讓盧鐵俠，你把我後背衣服扒開看看，敢不敢？有種你就把衣服扒開看看，或者把褲衩子扒開看看，屁股上紋着幾個字是吧？好漢饒命。不是說別的，就是你差距太大，一切什麼陰謀詭計，一切什麼那都是個笑話。在一開戰的時候我就說，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那叫貓捉老鼠的遊戲，要耍到他精疲力盡，最後只能跪地求饒。現在離跪地求饶已經不遠了。按照特朗普的說法，他說伊朗已經送來了一份大禮。當然了，特朗普一向是實實虛虛的。3月24號，這個特朗普他在為新任國土安全部長穆林宣誓就職儀式後，對記者說，他說伊朗方面昨天做了件驚人的事，送來一份非常大的禮物。今天這個禮物已經送達，價值巨大金額。但是特朗普一貫的故弄玄虛啊，虛虛實實。那記者就問他到底什麼禮物，他就強調這個禮物還不是什麼磷濃縮跟核相關，不是這個，而是與石油、天然氣以及霍爾木茲海峽航道有關，是伊朗兌現承諾的體現。然後特朗普又重申一遍，說伊朗原來的這個領導人，也就是哈梅內伊以及其團隊全部被清除，繼任者以及第三梯隊也遭重創，
現在談判的是新人，也就是另外一個人。他們說到做到，這說這個新人在伊朗國內比原來的那些團隊要靠譜多了，說到做到。這個特朗普說他相信能夠成事，那記者就追問他到底是怎麼回事。特朗普又賣官司，反正跟霍爾木茲海峽有關係，並且美國將獲得想要的控制權。不過這個特朗普他在面對記者的時候，他還調侃美國的戰爭部長豪克塞斯，說這個戰爭部長豪克塞斯對美國與伊朗就停火进行談判相當失望，說皮特不想讓這件事就此解決。他補充道，豪克塞斯是唯二對美伊談判感到相當失望的人。唯二，那唯一是誰呢？另外一個人呢，是美國参谋长联席会議主席凱恩。也就是说，特朗普說我想打仗的是这哥俩，跟我沒關係，對吧？一個是國防部長，一個是參謀長聯席會議主席凱恩。不過特朗普也表揚了，他說美國與伊朗領導人的談判正在取得進展，稱豪克塞斯和凱恩這種不情願的態度是個好態度，認為這兩個人對達成和解不感興趣，是因為他們只想贏得這場戰爭。有記者就問特朗普，他說你不是20號剛說了不想停火嗎？為什麼後面又改變立場談判呢？這個特朗普就說了，因為伊朗願意和我們對話，而且伊朗說的話合情合理。特朗普就說了，伊朗方面還送上一份神秘的禮物，先送上一份大禮，然後再談判，是伊朗求着要談判的。實際上這個非常符合客觀實際，也就是伊朗為了取得特朗普的信任，以往的談判為什麼美國人或者說特朗普造了，直接把他們的一個炸了，就是特朗普多次不耐煩，說跟伊朗人談判這種扯皮，失去耐心。那這次伊朗人托人帶話，埃及、巴基斯坦還有土耳其帶話要談判，特朗普憑什麼相信呢？怎麼讓特朗普感興趣呢？所以他先送上一份大禮，以表誠意，這完全符合客觀實際，也就是這樣，特朗普才可能那行，我們就聊聊。有媒體報道，美國就提出了一個15項條件的結束衝突方案，這15項涵蓋核計劃、導彈能力以及地區問題。據稱，美方主要要求包括拆除現有核能力，承諾不發展核武器，禁止在本土進行鈾濃縮，移交約60%高豐度濃縮鈾庫存，拆除納坦茲、伊斯法罕以及福爾多等核設施，並允許國際原子能機構全面核查等。同時，美方還要求伊朗停止支持地區盟友武裝，禁止對其提供資金、指揮以及武器支持，並限制彈道導彈項目的規模與射程，僅用於防禦用途，同時確保霍爾木茲海峽保持開放。那麼作為條件呢，伊朗可能獲得全面解除國際制裁，美國支持其發展民用核設施，以及取消快速恢復制裁機制。美方正考慮推動為期1個月的停火，以便就上述條款展開進一步談判。據稱，該方案由包括庫什納和維特科夫在內的特朗普顧問推動。所以說，從48小時到5天，到現在要推遲1個月，就是為了談判。特朗普做出這樣的讓步，那純粹是伊朗應該是表達了誠意，讓特朗普相信了。當然了，很多媒體包括盤判到現在不肯承認，認為是特朗普求着伊朗談判，先是不承認有談判，這是特朗普胡說八道，對吧？你以胡锡進老師為首的認為特朗普在欺騙世界，哪有什麼談判？現在這胡錫進老師還是不能相信，对吧？他認為是美國人求着伊朗談判，是這個盧提霞求着鎮關西談判，主要是坐在這個鎮關西身上，屁股有點疼，硌得慌，打累了，所以這個盧提霞求着鎮關西要談判。當然也有很多傳言，這些傳言就不是特朗普本人說的了。2名美國政府官員爆料說，特朗普政府正暗中考慮伊朗議會議長卡利巴夫作為潛在的合作夥伴，甚至作為伊朗未來領導人的可能性。目前，美國媒體已經開始為卡利巴夫上台造勢，稱他是主張停戰保經濟的溫和派。媒體說伊朗的議長卡利巴夫認為無法組織美軍登陸哈爾克島，而且伊朗政府已經發不出工資了。這就是我經常說的，有很多認為伊朗會血戰到底，伊朗有那麼多山，伊朗有那麼多高原，跟美軍打游擊戰，這都是想多了，這都是在那意淫。這些盤吧，他公司給他工資晚發1個月，他就在叫喚。你說伊朗人家伊斯蘭民兵工資都發不出來了，還賣命，這腦袋提在褲腰帶上跟人幹呢。盤吧又不用賣命的，他都不願意。
都在抱怨。你說伊斯兰革命卫队人家能不解散吗？鳥獸散，你不发工資。再说了，伊朗是过好日子的。伊朗跟阿富汗不一样，阿富汗基本上这100年就是窮，一直窮。反正他们也不知道好日子是什麼樣子。這伊朗是過好日子的。伊朗在50年前呢 ，GDP 全球排前10名，人均 GDP 超過韓國。伊朗人過好日子的時候，印度那是在吃糠咽菜，餓肚子，两眼放綠光，對吧？見到吃的都已經咽口水。伊朗是過好日子的，而且伊朗現在人家教育水平也還是比較高的，在中東呢絕對是高的，人均教育水平，尤其女性，人家女性上大學多的是。雖然走上社會有限制，但是教育階段女性受教育在中東女性裡面那絕對是排前面的。所以說人家是吃過飽飯的，知道好日子什麼樣子，知道你現在什麼樣子。所以說他們不要以為他們現在不動就說明他們沒想法。伊斯蘭革命衛隊也一樣。當然了，昨天是吧，卡利巴夫不是自己跑出來闢謠嗎？說我們沒跟美國人談，不要污衊，不要血口噴人。伊朗的消息人士也說，這個美西方媒體捏造诋毀卡利巴夫，是在這個伊朗國內制造混亂，煽動民眾情緒。華爾街日報3月23號他看到那篇報道，這報道叫特朗普伊朗政策大轉彎背後的秘密外交。他講什麼呢？他主要是講這個中間人是怎麼從中撮合的。但是這個華爾街日報說的也未必是真的。他說，在中東中間人斡旋下進行的一系列閉門會談後，特朗普收回了打擊伊朗發電廠的威脅。報道稱，在3月19號黎明前，埃及、土耳其、沙特阿拉伯和巴基斯坦的外長齊聚利雅得舉行會談，旨在為伊朗戰爭尋找外交途徑解決。我記得這個咱們也報道過，當時伊朗還朝這個利雅得發射了導彈。結果那個土耳其的外長就罵那個伊朗的外長阿拉戈齊，說我們正在為你們想辦法，你還炸我們。咱們節目還聊過這事。那一次會議，據參與會談的阿拉伯官員透露，存在一個重大問題。什麼問題？就是如何在伊朗找到合適的談判對象，就是伊朗到底現在誰說了算，誰能拿主意，誰能在伊朗把伊朗這局面控制住。這個我又得提一下了，這個有好多人近代歷史比較了解的應該知道，或者我說錯了，大家可以補充一下，糾正一下。為什麼這個外國人總是要跟李鴻章談呢？就這個道理。清朝比如甲午戰爭失敗了之後，清朝剛開始派的是誰？哪個親王跟日本人談？而日本人不尿他，不行，指定要跟李鴻章談。好像沙俄也是吧，也指定跟李鴻章談。什麼英國人也是，為啥？李鴻章漂亮嗎？不是的。那現在美國和以色列遇到的就是這個問題。你跟伊朗誰談？這個人他懂外交，他得跟美西方在人家一個叫什麼叫軌道上面一個頻道，你不通頻，那談判啥？那不得還得打起來嗎？第一個就是懂外交，第二個他在國內還能搞得定，那你跟他談有用。你找一個喊口號的來談，你談了不就耽誤時間嗎？談半天他就喊口號，完了之後回去啥也幹不成，還是喊口號打到底。所以說，所有的第三方國家都覺得你這個伊朗到底找誰出來談？誰能管事？伊朗的李鴻章是誰？所以他們挑來挑去，當時他們的人選是拉尼賈尼，認為伊朗還沒死的拉尼賈尼，他不是溫和派嗎？也有權利。結果很不幸，被以色列人把他幹掉了。一些官員表示，他說埃及的情報官員設法與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建立了溝通渠道，並提出一項暫停敵對行動5天的提議，以建立停火的信心。伊朗現在伊斯蘭革命衛隊不是單家嗎？強硬派是吧？埃及的情報機構摸到了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到底現在誰說了算，誰有影響力，跟他去溝通。這些會談為7000多英里之外佛羅里達州局勢的突然逆轉奠定了基礎。這也就是特朗普突然說有重大轉折。3月21日晚，在海湖莊園度過周末的特朗普向伊朗發出最後通牒，要求其在48小時內重新開放霍爾木茲海峽，否則美軍將摧毀該國的發電廠。2天後，當利雅得會談的消息傳到白宮時，特朗普改變了立場，轉而與德黑蘭進行外交斡旋，並暫停了此前威脅的軍事打擊行動。也就是說，埃及、土耳其、沙特、巴基斯坦，他們還是聯繫上了伊朗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的實權派。那肯定是伊斯蘭革命衛隊表達了願意談判，而且表明了立場。那特朗普一聽，行了。3月23日上午，特朗普態度的轉變源於一系列通過中東中間人進行的閉門會談。美國官員表示，這些會談讓他們看到了達成協議解決衝突的希望。
知情人士透露，這也反映出特朗普及其一些顧問越來越希望結束這場戰爭，因為特朗普正面臨衝突帶來的政治和經濟後果。不戰而屈人之兵，那當然是上策啊！如果伊朗自己缴槍投降，那不是最好嗎？不投降那就打，這是特朗普說的，不投降那就繼續轟炸。不過啊，白宮的新聞秘書萊維特他也說，這些都是敏感的外交會談，美國不會通過媒體進行談判。局勢瞬息萬變，在白宮正式宣布之前，任何關於會談的猜測都不應被視為最終結果。通過中東這些國家，他們找來找去，估計從伊朗打聽出來了，目前誰最有權势就是伊朗卡利巴夫，也就是簡單的理解，伊朗的李鴻章人選就是卡利巴夫。不過還有其他的傳言，這個傳言也能佐證剛才《華爾街日報》的報道。第一個就是以色列第14頻道，他報道，他說伊朗的外交部長阿拉戈奇和議長卡利巴夫這2個人從美國和以色列獲得了臨時豁免權。什麼叫豁免權？就是這2個人的專機，因為他們要去巴基斯坦的伊斯蘭堡去會談，那現在伊朗的飛機也不能起飛，一起飞很有可能被以色列或者美国的戰機給击落。那現在阿拉戈奇和卡利巴夫的2个人这專機得到了豁免，去參加為期5天的秘密談判，5天不行就1個月。這第二個，也有媒體報道說，伊朗表示不會與維特科夫和庫什納進行談判。為什麼？因為傷心了。上一次就是跟維特科夫和庫什納談判，在阿布扎比阿曼，完了之後阿曼當這個快遞員，伊朗的阿拉戈奇在這個房間，維特科夫和庫什納在那個房間，2人不見面了。完了之後，阿曼的外長來回送文件。談了第2輪，對不對？結果哈梅內伊被炸死了，所以這個伊朗人對維特科夫和庫什納覺得這個人沒誠意，認為他們和英國一樣是為以色列服務的外國代理人，所以伊朗要求與萬斯進行談判。為什麼在美國和以色列對伊朗的戰爭中，萬斯一直比較低調，甚至有傳言萬斯是個反戰派，也不希望對伊朗動武。那伊朗人就想跟那個美國的反戰派談判，這都是媒體傳言。同時，特朗普批評美國的媒體，比如說《紐約時報》，還有美國的什麼廣播電視公司假新聞聚集地。特朗普說，《紐約時報》這些媒體寫的好像我們並沒有在贏一場戰爭似的，可對方沒有海軍，沒有空軍。可是你要看《紐約時報》，或者看美國廣播公司這些假新聞，或者全國廣播公司這些假新聞，你就會覺得這是一場勢均力敵的較量。當然了，你要看美國的這些媒體，好像美國、以色列和伊朗正打得不可開交，互毆。但是你要看這個印度的媒體，那一邊倒的是伊朗胖揍美國和以色列，美以現在受不了了。從胡錫進老師這個天天寫的微博裡面，你感覺到伊朗是勝券在握。我們再看看以色列媒體《新消息報》報道，伊朗最高領袖穆傑塔巴已同意美國進行談判，並達成協議。新消息報援引伊朗外長阿拉戈奇與美國中間人維特科夫之間的對話，該對話已獲得伊朗最高層批准。以色列時報報道，一名未具名的以色列官員表示，調解國正試圖在巴基斯坦伊斯蘭堡安排美國與伊朗的會晤，可能最早本周晚些時候舉行。關於這一點呢，巴基斯坦方面也爽快地承認了。當地時間24號晚上，巴基斯坦總理夏巴茲在社交媒體發文說，他已準備好主持美國和伊朗的會談。不知道胡錫進老師信不信巴鐵的話呀？難道巴鐵也在騙胡錫進老師嗎？這個巴鐵的總理說了，說巴基斯坦歡迎並全力支持為結束中東戰爭而持續進行的對話努力，這符合該地區內外的和平與穩定。在獲得美國和伊朗同意的前提下，巴基斯坦願榮幸地作為東道主，為推動全面解決當前衝突而開展有意義且具決定性成果的會談提供便利。伊朗駐巴基斯坦大使格爾里茲在接受媒體採訪時表示，如果伊朗和美國的談判最終敲定，伊斯蘭堡可能是會談地點之一。所以說這個會談那是板上釘釘的，千真萬確。那阿拉戈奇和議長怎麼可能跑去談判呢？如果這個穆吉塔巴還沒死，或者他是植物人，那也得有個組織授權這兩人去談。誰授權？很顯然是伊朗的那些強硬派坐到一起一商量，說再這麼下去不行，咱們都得完蛋，一個一個的被敲掉。
不如派一個人出去談判。這個時候派議長，因為議長實際上是個強硬派，還能代表強硬派，對不對？能夠代表強硬派的利益。卡利巴夫實際上他是個強硬派。伊朗國內實際上是群龍無首，這個都不用懷疑。伊朗高層內部開始分崩離析，政權官員要麼互相攻擊、互相指責、互相懷疑，抓內奸，被懷疑為內奸。哈梅内伊，對吧？哈梅内二現在都管不了事，拉尼贾尼也死了，一大堆人都死了。新上来的人，特朗普都不認識，你说伊朗國內誰認識誰，誰服誰？所以他們肯定是各種互相內鬥啊，各種要叫自证清白。在這個時候，稍微一點頭腦的強硬派，一看這形勢，他肯定是首選推一個強硬派的代表出來跟美國人談，看看能不能為这個伊斯蘭革命衛隊為強硬派還保留一點底褲。如果一旦被炸得不行了，真的是伊朗的什麼改革派上來，一旦改革派上台掌握了權力，那一定會對伊斯蘭革命衛隊要進行清洗，對那些強硬派。所以說強硬派這個時候自己推出一個人出來跟美國人談，符合邏輯，掌握主動，所以這是不得已而為之。所以我判斷絕對是伊朗跪下來求着美國談強硬派，因為再這麼炸下去就全沒了。所以又讓胡锡進老師讓盘盘們失望了，盘盘們和胡锡進老師還指望着強硬派又是插眼又是掏襠。實際上我剛才說這麼多對特朗普來說都不叫事，因為特朗普他現在是兩手抓，你要談我就跟你談，你投降你學一學委内瑞拉，你去看一看取經，你要不談反正這個就要打了。一旦哈尔科島一戰，那伊朗的錢袋子就被捏住了，一旦這個霍爾木茲海峽人家一戰，這個美國能做的不是什麼大事，那伊朗強硬派最後一點籌碼都沒了，你就沒有談判的資格了。你現在還能借着霍爾木茲海峽一受阻，油價一漲，現在你看資本市場一動亂，效果達到了，趕緊趁好叫借坡下驢，趁這個勢頭趕緊談判，這個時候籌碼是最好的。這個時候如果不談，特朗普一咬牙真的是派地面部隊，那你籌碼都沒了，你拿什麼談呢？所以我從兩個方面判斷，那就是伊朗的強硬派主動的找美國跪下給個機會，那就看這一個月或者這5天這一個月特朗普能不能達到他的目的。伊朗的這個強硬派既要跟美國跪下，又要糊弄他國內的盤盘們。那麼現在據說伊朗國內的盤盘們已經不開心了，伊朗多個大城市爆發抗議活動，要求繼續對美作戰。據報道，街頭到處都是既得利益集团的家屬，他們聲援伊朗軍隊和伊朗伊斯蘭革命衛隊，要求繼續對美以進行軍事抵抗。中下層的伊斯蘭革命衛隊的那些既得利益者，他們不知道上層怎麼安排的，他們显然是上層转得太猛，管得太猛，已經被甩下來了，跟不上趟了。那至于特朗普在做什麼，這個大家都知道，媒體報的比較多了。特朗普同時派了幾支海軍陸戰隊，加上82師，都在向中東馬不停蹄，星夜京城。最快的一支部隊周五到達，至於到達之後馬上就打，還是說休整一會兒，這個得看情況。無論是奪取哈爾科島，還是控制霍爾木茲海峽沿岸，這個對美國來說都不是難事，沒有什麼太大難度。或者是控制霍爾木茲海峽上的有1-2個小島，那2個小島也是霍爾木茲海峽的咽喉要地。那主要是取決於特朗普的耐心，也就是特朗普他有沒有耐心跟伊朗人慢慢玩。如果他沒有耐心了，很有可能这是周6就開幹。所以實際上伊朗人手上的籌碼不多，能跟美國能跟特朗普博弈的不多。而且特朗普很明確，他就是要在伊朗複製委內瑞拉的做法，他已經表明了態度。特朗普說，順帶一提，我們在伊朗方面取得巨大成功，你們知道我們在委內瑞拉也做過一次，現在是在伊朗。雖然特朗普沒有說政權更迭，但是我還是這個觀點，無論是教士集團、伊斯蘭革命衛隊，你只要答應了特朗普，那實際上這就相當於伊朗的政體就結束了。因為伊斯蘭革命衛隊、教士集團，他們的人設，對不對？他們的立國根本，他們的合法性都來源於反美。如果有一天不反美了，那要這個教士集團、要伊斯蘭革命衛隊幹啥？沒有合法性了。所以我覺得卡利巴夫這哥們兒也不容易，甚至我懷疑這哥們兒可能時日無多，他才是真正的叫蜂箱裡的老鼠，兩頭受氣。國內要受到伊朗盤盘們的鞭屍或者叫網暴，在外面呢要受以色列巨大的壓力。這活不好幹，也就是李鴻章這個活不好幹。具體的情況我們密切關注，不要相信特朗普說什麼，一切皆有可能。特朗普很有可能一邊談判一邊再炸一回，
這很有可能在談判的时候，穆杰塔巴就被送走了。大家不要忽略了，还有一个以色列，内塔尼亚胡已经说过了，你美国跟伊朗，你们谈你們的，我這活還沒幹完，咱們不能搞爛尾工程，要乾淨利索，不要留尾巴。所以說這個好戲還在後頭。好，這期節目我們就聊到這裡，感謝大家收看。如果喜歡我的節目，歡迎訂閱轉發，也可以在下方留言評論，謝謝大家。